大海情势紧张，中国顶个月2日，伫咱西南海峡画草烟区，咱的海军有派3只军舰去监控，不过翕出来相片模传转来速度阁上慢，国军的高层下令要严格处分。这3只军舰的副队长，即阵的官位拢互落掉。海军班操军舰监控中共四平山南、千岛河南14广播区里。所有军舰也公布军装监视强军恩公舰，双方正做对立局面，八成权大海紧张情势。代志发生伫1月1日，中共无警伫咱的西南海峡画设操演区，迄时阵海军紧急出动3只一级舰、班超舰、苏荷舰、成功舰去现场监控，刷野出翕的强舰相片品质无好，而且回报速度伤过慢。海军高层下令检讨处罚，决定一摆将3只军舰的副队长官位背调。我们也爱之深责之切。那我们也并没有做一个比较高张力的去对他们一个处分，就希望就借这个来有一个警惕。可以做得到，应该会在20到30分钟之内，都可以传输，把你掌握的这个照片，能够我们做一些必要的编辑跟必要的文宣的一个制作来做一个反应。海军接到证实，3只军舰无按照战略要求进行文宣修正，基层官兵拢替副队长发委屈。翕相要考虑海上甲气候能见度甲翕的器材，因为相片画质无好，互副队长被当堂处罚是非战之罪，也重创前线海军官兵的士气。不会影响到个人的经管。那我们在完成教育训练之后，后续都会再实施这个回派的历练。另外，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4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，这摆有6位新科校长。其中包含交通电军指挥部的网络战联队长周文雄，因为交通电军进前才被中共挖乌进行海客攻击。赖总统亲身为周文雄挂上掌声，也鼓励基层士气。我希望各位在进任后，能够以检讨组织编装、提升作战韧性为目标。针对中共增强无确定地带侵扰，赖总统强调，要运用部队亲思维，加坚强军事实力，展现自我防卫决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